当然心存感谢啦，一切都是缘分这样啊，不要太过于苛求自己这有些事情是虽然是求之不得，但是如果有的话，要心存感激，这是我自己常常给我自己的勉励。期待下礼拜啦，第一件事情，金鹰奖颁奖典礼，我比较期待啦，那是不是回到以前奖金列的那种会得奖的预示呢？但没有关系，它是一种过程，人都是这样子的，一定要有一个。你一定要有一些舍，你才会感觉到你有得。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，有舍必有得。得奖再巡回啦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得奖请客啦。好，得奖请客啦，请客，60万呢。这样好了，60万不太可能大满贯呢。那我这保守估计只有10万了。好，这样子话讲死就不好，到时候没有得就完蛋了，这要亏10万。好，我也想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，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署名会煮菜。我可是做那个阿美族野菜泡面的达人，我跟他讲野菜意大利面这样子，然后。我曾经有想过做这种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原住民的美食很好吃，可是再怎么做，其实原住民输给别人一件事情，就是中国人有面，西方人也有面，原住民没有面这件事情。我们没有面的，我们祖先没有发明面，对我有一点隐恨，所以然后我曾经想要好好的煮一道好吃的面，然后就是煮牛肉面，自己上网查看电视，煮意大利面、海鲜面、炒面这样，连鸡丝面还可以在 YouTube 看得到哦。图腾做先打图腾鸡丝面，你应该早知道。对，看到署名怎么做鸡丝面的。好，我会煮菜，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。我想办法好不好？好。只要想，就会有那个热情，就会去做这样。希望大家也是，然后最后一首歌这样，喝太多了啦，喝酒止痛了。今天感冒，我觉得也真的很不好意思大家，就只能用送多一点礼物弥补大家的心情这样。虽然没有想到今天会那么多人这样，很感谢大家来听署名唱歌，然后。有什么话的话，你可以放在网络上留言，打署名 SUMING， 我是你一辈子的署名。带一首开心的歌，拉千玺献给各位。下的太平洋，不是为了这，太阳下面我们还一直在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日子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千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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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千玺。拉千玺是拉千玺，拉千玺是拉千玺。哦呀，我爱耶呀，那我爱呀那呀哦呀，我爱呀，我爱耶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哦呀，我爱耶呀，那我爱呀那呀哦。我爱呀，我爱耶呀，哎呀。
前行，拉前行是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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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行。哦呀，我爱你呀，那我还在哪里呀？哦呀，我还呀，我爱你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哦呀，我爱你呀，那我还在哪里呀？哦呀，我还呀，我爱你呀，哎呀，哎呀。我是楚命，报告完毕。